咱只是要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啥物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经的路，伊的心情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正诗250首，着乌鲁主上帝。会众请起立。
阮顶天的爸，阮你的名姓，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伫地的亲像天里，阮的日子免了我，少年阮服务，亲像阮少年服阮后，我顶朝阮对不起，就叫阮反你的海，因为我反你，你跟都是你所有，代代如今，阿门。大家以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咱所有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对顺行投胎，对十字路弯牙出世，伫本中去南岛地内受苦，对世界死万众落永富，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到这第三日的上帝的大庭，你领导我生活，我是人，我是上帝，我是上帝，我们教会信仰相通，最少的庙会国我，永远华明，阿门。听者。今卖用启义门交通，启义门第49篇，伫信息后面1089页，就是以赛亚第55篇。来，嘴底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烟，恁若着开钱买，袂食直地烟。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草的所在会发青片。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请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早起，众兄弟姊妹伫咧南门教会组织，甲伫咧网络直播前虔诚来敬拜你，期待圣神降临，引带阮省过去，甲带领未来。阮知你是宇宙的大主宰，创造天地万物，却是白白送互人类。将全台湾的民众欢喜过中秋节，享受圆滚滚国光的月娘，这是你的礼物。前一礼拜，轩然若风台扫过台湾东北角，无直接进入这块土地，却是带来澎湃的雨水，阮心内充满感恩。另外，危害全球超过2年半的 COVID-19， 伫咧台湾，大家已经渐渐习惯甲病毒共同存在。虽然疫情起起落落，总是对性命的威胁甲生活的影响愈来愈轻。感谢你对台湾的保守。
但是阮的心内也有挂念，地球暖化的气候变迁影响到每一人的生活甲未来。每天的新闻，阮看到世界各地的风灾、水灾甲火灾，虽然救灾拢袂有啊，认为开更较大的资源伫咧对敌侵略，尤其是战争互无辜的人民失去性命、亲人甲家园。主啊，认为真正辜负你的慈爱，总是你毋捌杀我。圣经有记载，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佮派遣耶稣基督降世来为世间人赎罪。伫咧每遍危机之中，带阮行出困境。即马人类上需要的就是圣经教示的智慧甲灵敏。求主听到阮的祈祷，坚定阮的信心，互阮专心做你的工，四过传播福音，互世间人明白你，行你指示的道路，人类的未来才会光明。嘛求你保守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早日恢复健康。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德国的见证。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邀请圣歌队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万米光明极美丽。我的
感谢信歌队的学乐，将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个提摩太后书第3章14到17节，就是咧汉语本圣经新约246页。若是你着常常带伫所学习、所亲信迄个事，因为知是对啥物人学的，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迄个信切，就是会互你有智慧，对信基督耶稣来得着救的。既然互上帝灭世的金，也有利益伫教示、伫督责，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隆重的好事。讲道，请张牧师讲道，题目是圣经甲圣灵。咱搁来一摆三角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虽然外面有风雨，主，阮能对你较无个心，无因为风雨来欢喜。主，阮恳求你继续来引带阮伫你的真理内底来造就，也愿你的圣心来引带阮，互阮明白你的真理，带出阮生命的活泼甲快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两兄姐大家平安。会记得旧年的年底的时阵我拄有一个同学新婚吼。所以，阮就几个同学就甲伊约好去因兜要新选参观伊的即个新厝啦。因为呢，旧年伊要结婚礼的时阵因为即个 COVID-19 的关系呢，就甲伊的即个婚礼呢，迄个喜宴来甲取消。所以呢，阮就约好。伫顶年的年底的时阵，阮就三角去因兜甲伊同齐来欢喜啦，是说看伊新落成的新家啦吼。即边为着即边的主餐阮即个同学伊就安那几个月前呢，伊就网购迄个台湾上有名的啥物麻辣锅的迄个汤底啦吼，讲爱2-3个月进前就注文啦吼。哇！甲迄天，阮要自餐迄天下早，透早就去菜市买上好的肉，买上好的即个海鲜吼，规桌，那亲像阮昨安尼中秋节烤肉安尼，几排海鲜佮肉安尼吼，准备好。尾暗仔时阵，阮同学陆续到因兜的时阵。时间差不多所以阮这同学的太太就安那就甲迄个足有名、足贵的迄个麻辣汤底，就放伫迄个啥碗内底，放伫个电磁炉的面顶，想讲这加热可能爱一段时间爱才会滚所以阮就安尼伫边同齐开讲啦，看因的迄个结婚的相片啦参观伊的即个新厝啦足侪同学足久无看到阮就伫足欢喜咧开讲。1点钟过去阮想讲已经迄汤已经滚啦所以呢，伊讲差不多无大家拢爱坐咧即个餐桌上面咱准备要来享受即个遐尼青草的即个食物哇！即个话安尼迄个挂拍开，结果咧，犹原是一块大冰角，啥啦？因为迄个电磁炉新的荧幕袂晓用，所以袂记插电。所以我咧讲啥？咱咧读上帝的话，咱咧读圣经，若是无上帝的神，那像咱即鼎即个真高级真贵的即个麻辣汤的汤底，无插电会滚无？袂滚所以若无上帝的神呢，即个参上帝的话，参像大冰角共款咱无法度去享受伊的啥，伊的即个美味啦所以上帝的话，若无上帝的神，
来做工。上帝的话未产生迄个气力，只有当上帝的神进入咱的生命内底，上帝的话才会活泼起来，才会啥活起来。只有插电啦，这个啥才会火热，这个才会滚烫啦，只有这个通电呢，咱才有法度来享受这个啥美味的麻辣汤底，伊的好的气味，甲伊的啥，伊的价值。兄弟姊妹，咱教会一定咧推行这个读经灵修这个默想一段时间啦。咱过无偌久，搁要进入另一阶后一个阶段的读经的灵修的默想。今日在我要来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咱咧读经灵修这个默想的时阵，咱怎样会互上帝的话，搁较有气力，伫咱的生命甲生活内底来产生果效啦。这当中袂使欠的是啥物？就是上帝的神的工啦。有人讲恁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啦，你哪会用证明伊是真的咧？也是人乱编的神话故事。所以有一寡人有坚持讲这个圣经一定要有理性的证据来证明讲这摩西啦，是这先知所讲的，真的是上帝的话啦。关于到这点，加利文的回答，我今日用较侪加利文的神学所以呢，较忍耐呢可能会较定加利文讲啥？圣神的见证超越一切的理性啦。只有上帝家己才会合宜来见证伊家己的话语。这咧讲啥？世界上无一项物件会用来证明上帝的话，只有上帝家己会用证明俩。相反，除非这个圣神伫人的心内底来印证，若无人无法度来接受伊。所以，照着正先知的嘴所讲的，共一个圣神，必须进入咱的心的内底来说服咱。加利文所讲这段的话有两个重点：圣神伫咱人内面的工作是超越人的理性，伊会超越人的理性。第二点，这会感动，这会先知写落来这上帝的话的这个圣神。若无进入咱的心内底，咱永远无办法互上帝的话来说服，咱无法度来接受伊，搁较无法度带出迄个行动来。咱大声咱来看，咱即个圣经咧写作的时阵，伊的形成的时阵，有两个足重要的物件，一个就是啥？人去写，人安怎写？上帝的神甲人灭死啦，灭死。所以咧，咱基督教的信仰特别重视圣经。咱讲基督徒爱逐工读圣经，逐工读圣经。毋过咱较少提醒讲，咱伫即个读圣经的时阵，咱爱有上帝的神参与伫内底啦。有足侪灵恩的教会讲，恁长老教会根本就要讲圣神，捌听过这句话无？恁长老教会都无圣神，而且爱澄清一件事情咱长老教会一个真重要的神学家，也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利文。伊讲长老教会第一注重的就是圣神，你听着足奇怪无？人讲咱无圣神，加利文讲长老教会第一注重的就是圣神，上时。加利文被称作圣神的神学家。我讲一遍，捌来讲咱长老教会无圣神，你来甲讲，长老教会是特别重视圣神的工作。我甲继续来讲这个这段经文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伊讲啥？伊讲，既然互上帝默示的经啦，也有利益。伫教师伫读书，互人归正，因带人学即个义理啦。
华语圣经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吼，所以咱的中文翻译就默示，根本翻译到没有到位啦，吼。这个默示伊的原文是啥物？原文就是上帝啥哈气啦，上帝对他吹气啦。会记上帝创造亚当的时阵啊呐，用地上的这个土啊呐，吹一口气。同款，末世的意思就是啥？上帝吹一口气啦。所以伫遮来看，这个圣经是上帝所下去伫内底的啦。所以英文叫啥 ？Inspiration， 吼。所以咧，这个 in 的意思就是安那吹气。进入这个内底，吼，这是上帝的气，啊啦，进入这内底，这就是圣经的形成，吼。所以我感觉中文翻成末世，你有感觉迄个上帝吹气的那个动作无？较无，吼，较无，吼。所以我讲这个中文检查翻译较不到位，吼。所以咧，圣经拢是上帝所下去的，就是讲。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同齐来做工，吼。所以伫这个读经啦、互人归正啦、教导人学义理啦，这四方面对人有帮助。然后呢，17节华语圣经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啦。哦，这个台语汉语本讲，互服侍上帝的人。这并无讲互一切的人哦，爱注意吼，无互一切的人。伫遮有一个设定，就讲，这要了解上帝的这个真理，只有是啥？属上帝的人，只有是服侍上帝的人。意思是啥？甲头拄加利文所讲的同款，迄个圣神啊，无伫你的心内底，啊那无管。你偌巧啦，你智商180也好，200多也好啦，你永远袂晓悟上帝的真理。伫遮对咱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提醒。人若无谦虚到上帝的面前，咱就袂会学到这个真理，咱就袂去偏要避办行逐项的好事啦。奥古斯丁伊真少年的时阵，咱拢知影伊是一段时间是一个摩尼教的信徒。迄段时间伊看圣经，毋过伊不屑一顾，啥啦？伊感觉圣经写了伤简单。伊要追求的是这个希腊罗马真复杂的这个逻辑的思考，真抽象的这个哲学的思考啊。所以感觉圣经看袂起啊，看袂起圣经。然后呢，伊信主了后，伊才发现讲，当年伊受骄傲啦，所以伊对圣经一无所知。所以这个奥古斯丁伊认为讲，你若要读圣经，爱用入门，参像囡仔同款，遐尼谦卑，遐尼单纯来信靠上帝。圣经讲啥你就信，这就是囡仔的谦卑，囡仔的单纯。不过你袂使永远停留伫这个囡仔未大汉，你无法度进入这个圣经更较深奥的这个真理的内底。圣经好读无？无好读，它很深奥。所以你如果仍然停留在这个小孩子，你永远无法度去了解上帝更较深的一个真理。第二。上帝的神甲上帝的话啊，这个17节伊讲啥？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辩，已经备办好要来行隆重的好事啦。读圣经才会带出迄个辩已经备办好，我拢已经备办好。读圣经就备办要去出去做好事啊。加利文发现一个代志。一个原则，就是上帝的神甲上帝的话互相来做工啦。咱我举2个例啦。
第一个咧，伫路加福音，咱拢看到哦。路加福音这节经文大家拢都熟嘅，第4章嘅第18节到19节，这是啥？耶稣被魔鬼试探40天了后，伊要开始出去来传扬上帝国嘅福音嘅时阵，主耶稣讲啥？讲这个因为主的神临甲我，主的神伫我心中，因为伊用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上帝的话，安那传出去。所以要传上帝的福音进前，上帝的话进前，是毋是主的神临甲我，上帝的神伫我的心上嘛？所以咱看到这2节的经文的内底，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啥？上帝的话，因为得到头棒，因为得到光啦，宣扬第19节，伊讲啥？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汉语本叫宣扬主欢喜言语，宣扬嘛是上帝的话啦。然后一位的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34节，伊讲啥？上帝所册的讲上帝的话是上帝赏赐圣神无限量。上帝所册来迄个是啥物人？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要讲上帝的话，伊内底有上帝的神伫伊的内底，而且是啥？没有限量啦，都是无限量啦。所以这看到，若是要讲上帝的话，必须爱有上帝的神来做工。做一个牧师，阮伫讲台面顶定定，毋茫讲阮所传讲的即个信息，会带来真大的转变，亲像耶稣基督共款，互人得到医治，互人得到头棒，互人的生命用来改变。现实中有可能无？无可能。啥啊？因为无任何一个牧师敢讲哦，上帝所册讲上帝的话，是上帝赏赐圣神伫阮的心中无限量啦。因为阮人做一个上帝的一个器具的一个器皿，阮是有下处的。上帝的神兼在踮伫阮的心上，毋过受到真济的限制啊！因为人生命当中有真济所在是无圣神来拍开的啊！阮传讲信息的人，阮有人的软弱，阮有人的限制，阮的心内底有真济无法度来圣神的光来拍开的所在。阮有贪心，阮有自我中心，阮嘛有骄傲，这拢会来阻挡圣神伫阮内底来做工。所以，阮检查已经真非常的努力来准备这的即个工作奖。毋过，阮的工作奖出去的时阵，阮永远无办法亲像耶稣基督带来即个真大的转变，甲即个果效。所以，一个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因为咱是人，所以圣神伫阮的心中无亲像圣经所讲的伫耶稣的心中无限量啦。相反，若是讲的人、听的人咧，嘛是安尼哦。理想状态我讲理想状态上帝的神伫恁的心中，互恁听到上帝的话，应该是做工嘛。互恁带出真大的快乐，毋过咱知，我讲只要是人，上帝的神伫咱的心中，无法度讲无限量啦。所以咱咧听讲道的时阵，咱有认真无？也是咱咧看周报，咱咧看更新，也是咱咧看手机也是咱咧脑袋瓜要想讲中昼要煮啥物物件，也是要念伊即个聚会线，咱要去倒来聚餐咱有真济的想法。互圣神伫咱的心内底有无法度完全来无限量来发挥啦。毋过你知无？讲的甲听，照着圣神的做工，是咱起造教会宣教的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我咧讲啥？我举一个例吼，《使徒行传》第10章，伊记载啥？上帝的神带领彼得去哥尼流的厝来传福音，一个外邦人的厝来传福音。伊讲啥？彼得也咧想，上帝互伊看到迄个异象到底是啥物的时阵，圣神甲伊讲，有3个人已经安那要咧找你，你着安那起来，落去甲因去。唔免要紧，圣神差派即个彼得去甲外邦人迄个哥尼流的厝来传讲即个啥上帝的话。搁来44节，使徒行传第10章的44节，伊讲啥？彼得要故地讲遮的话，神圣神降临伫见那听道理的人，啥物人听道理？哥尼流厝里所有的人，安那？伫圣神降临的中间来听道理啦，听到道理，伊就安那紧的出去，搁传讲上帝的话。所以宣教的过程就是安那，圣神差派一个传教者去讲上帝的话，然后圣神伫人的心内底来做工，互人听。听入来时阵，便搁要行去安那行好的事，搁去传福音。传福音，阁有人听，所以圣神的工作就是一直安尼来循环啦。马街嘛是共款，马街伫150年前伫加拿大迄个所在，是有圣神的差派来甲台湾安那讲上帝的话。相反，圣神伫伊所有的学生的心内底来领受上帝的话，然后呢？带出迄个宣教的一个行动，所以当马街安那离开台湾伊过身了后，台湾北部有60间的教会，用安尼来建立起来啦。所以咱咧知圣神的工作伫传讲的人的心上，伫听的人的心上，当做真好的代志。过来，咱来看圣神。甲圣经必须来平衡啦。甲你问讲，上帝的神甲上帝的话，三甲来做工，互相来做工，有2个真重要的原则是安那？第一个，咱看到用红字的吼，来，所有对上帝来的神的体验，拢必须通过上帝的话的印证啦吼。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阁有较清楚的一个解说。伊讲所听兄弟啊，这的神唔通拢总信，独着试验。这的神是对上帝，唔是，因为有济假的先知出来入这个世间。咱甲你讲，我是上帝甲我感动，叫我去做这，叫我去做迄。圣经甲咱讲。唔是所有讲上帝的神，伊就是啥啦？出自上帝，必须用啥物来甲检验上帝的话，都是用圣经啦。无管伊讲了偌好，偌即个啥，偌伟大，偌有道理，真大的利益，咱拢爱用圣经来甲量一下，伊所讲的到底是毋是真的？无管伊是啥物人，伊做有名的人，有真好的智慧，咱就用圣经甲量看卖啦。伊讲的到底是毋是真的？有一个兄弟又对姊妹讲：上帝的神甲我讲，感动我。昨个夜我咧困的时阵，伫梦中甲我讲，做梦的时阵甲我讲，你都是上帝为我所备办的这个妇人人，所以你爱甲我结婚。这姊妹讲大家拄好，昨上帝嘛伫梦中甲我安那。甲我启示，讲啥？当离开西有偌远，上帝爱我离你嘛有偌远。所以，毋是全部上帝的神，就是安啦，咱拢爱信。必须有圣经来做咱的啥？咱的印证过滤器。再来，所有对上帝的话的了解，拢必须通过上帝的神的启发。这咧讲啥？这句话咧讲啥？就是其实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咧追求的就是啥？
圣神啊，你紧来入我的心中来甲我讲，到底圣经要对我讲的是啥物？来开启我的性命，咱用合适，将咱性命来向上帝来拍开，互上帝圣神的光来照着咱性命内底迄个黑暗。上帝的神会拍开咱的耳，拍开咱的心的即个将咱的心拍开啦。我听到啊，我咧写讲道经的时候，我想到啊，上帝的神会拍开咱的即个耳孔。我想到一个，即个山间临风吹起，伊咧写啥吼？这本册吼，伊咧描写的吼，就是台湾版的《使徒行传》，就圣灵圣神的一个行传。基督教传入台湾150年的中间，甲当唯一教会的复兴的运动，伫这本册拢有写。啊，这本册拢写啦吼。台湾新学院伊遮的老师甲学生，伊呢去采访这个大概50年前伫咱台湾吼泰雅尔族吼，捌有一遍圣神降临到这个部落的内底，带来真大的复兴。这个有足侪奇妙的代志、新约啊，甲即个技术，拢伫即当中来发生。啊，所以遮的学生用20年的时间，一直去拜访遮当年经历到即个圣神复兴工作遮的人，甲记录起来，就写这本册。咱看到即个长老哦，即个长老是一个新德坚石乡一个石磊教会的一个长老。伊讲伊出世的时阵，伊就外耳，你看伊这无外耳吼，无外耳，所以呢，伊伫出世的伊就听无声，听无声的时阵就啥？会讲话无？都袂讲话，袂讲话啦。伊讲呢，当伊16岁的时阵呢，当因即个部落经历到圣神真大复兴的即个运动的时阵呢，因老母就带伊去教会，伊听牧师讲道啦。伊就听无啊，你逼伊去，伊就足抗拒的，你知哦？毋过因的老母就硬拖去即个教会，无想到讲伊一入去个教会，伊竟然能听到牧师讲道的声啦。伊讲伊的耳仔吼，伊的听力啦，好像被圣灵打开一样。听有了后，伊就渐渐会用讲话吼，伊渐渐会晓讲话。伊讲当伊来用听会用讲的时阵，伊顶摆吼，因为听无，安尼脾气足暴躁的，伊怎变规个人改变。用听用讲的时阵，伊就开始开始去学上帝的话，开始来传讲，一世界去做见证啦。毋过伊因为无即个外耳。伊讲有一个限制，电话要安怎听？除非有电话迄个有话筒、听筒的迄个设备器具，要安怎听？伊讲当圣神来开伊的即个耳仔的时阵，那就伫个下头哦，安尼慢慢拍开，甲伊拍开，所以伊咧听电话时话筒安尼捂伫遮咧听，安尼捂伫遮。人家问，你敢听得清楚？伊讲声音足清楚的。这都上帝的神会来拍开咱的心，拍开咱的耳啊！咱拢是正常的人，咱拢无参像这个长老同款，咱生落来咱都听无啊。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是毋搁较大的期待，咱有搁较大的愿望，上帝确定会照着上帝的神来对咱来开启咱生命的真理，开启伊上帝的话啊！所以咱每一个人认真读圣经。当读圣经的时阵，上帝的神就会来做工伫咱的身上啊。上帝的神甲上帝的话两方面必须我讲爱平衡、爱配合，因为上帝的神会带来咱生命内底丰盛的自由甲头放。上帝的话咧带来是啥？搁较有次序，是有一个即个群体信仰的群体，伊咧生活搁较有规矩啦。
所以，当咱来平衡来领受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的时阵，咱会用领受的是啥？就是咱伫自由的当中，咱有啥？有规矩。伫规矩的当中，咱有自由啦。咱来一直讲啊，咱全部拢来读圣经，咱无上帝的神伫咱内底来做工。上帝的话检查变做教条啦。安尼安那？互咱无法度来领受活出迄个活泼的生命，等到上帝话会变成咱的生命内底真大的一个束缚啦。不过，咱要一直行伫平衡的路，简单无？不简单哦，显然不简单。追求平衡的过程哦，必须付出代价吼。我安尼讲哦，必须承担痛苦，因为安那。你追求平衡，都是安那，你要承认家己伫主的面前，安那，你已经失去平衡啦，你已经偏移啊，你已经有真大的一个不足啊。所以耶稣基督捌伫即个路加福音的时阵，伊讲啊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咱大家拢知，一个抽象的祈祷，甲一个法利赛人的祈祷。抽象的祈祷是啥？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啊，这就是一个追求平衡的过程。伊咧追求平衡的时阵，伊来到上帝的面前，伊讲啥？我已经失去迄个平衡啊，我已经偏移啊。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来到上帝面前，承认家己是安那一个失去平衡，是一个安那行偏的人，才有法度安那。才有法度去走回正路啦。咱来看第二个法利赛人的祈祷，伊讲啊，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无参像别人安尼劣色不义行奸淫，无参像这个抽象的。我一礼拜禁食2遍，佮将安那所得到的1/10拢献互你啦。伊来到上帝面前，甲上帝报告啥？我已经行到。真在，我是走直线吼。我定定讲吼，这哪像迄个啉酒醉的人吼，佮看到警察讲，你看我行路足正。同款，伊无安那认捌着，意识着讲家己是咧安那行路已经安尼偏偏歪歪啊，行袂正。来到上帝面前啉足侪酒的，佮甲上帝讲，我没有罪，安那我行路真在。所以我讲追求平衡的一个过程，爱付出真大的一个代价。哦，时间的关系，爱搁较紧吼。第三，咱来领受上帝的启示。咱咧读圣经，这第三点就咧讲，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爱注意啥物？吼，会互咱咧读圣经的时阵，搁较有果效。第一个，咱拢承认圣经真奥的很难读啦，很艰涩啦。啥那样呢？读圣经真困难。加里文解说讲哦，因为这是圣经呢是用地上的语言来描写天顶的代志，所以地上的语言有限制无？有限制嘛。所以你要安怎甲地上的语言安尼真真实、真确实来比喻天顶的代志，很难呐。所以我们会看不懂。啊，伫这点咱也爱特别小心，就是安那，咱唔好用地上咱的这个家己的经历来投射在天上的父亲呐。咱对老爸每一个人感觉无共，有的人的老爸是作严的，有的老爸是作安那作慈祥的，有的老爸真负责任，有的老爸真无负责任，对家庭真无安那，真无负担。所以咱有当时咱对这个天顶的老爸，这个上帝，咱爱。安那放落咱家己的一个意识形态吼，放落咱家己的这个理解，咱唔通用咱地上对咱老爸的这个感觉来想象天顶的上帝啦。这会造成咱甲上帝中间的真大的一个啥隔离。过来，天顶的上帝写这个圣经是安那？伊已经吼。家己迄个啥水准已经降足济啦，因为要互咱知嘛，参像咱大人要对一个囡仔来讲话，咱是毋是用个囡仔咧讲的话啊？所以咱唔通掠讲上帝话就是安尼哦。其实已经安那，
已经讲足侪，即个伊家己讲落水准啊，因为听咱要互咱明白伊的话语啊。所以这拢是咱爱特别注意的。所以因为圣经真好伫了解，真歹读，所以我真爱教你问即个祈祷。吼，咱这个祈祷，咱嘛应该背起来。咱同齐来读，吼，咱用华语来读来。愿主容许我们参与天上智慧的奥秘，荣耀你的名，又得到教导，使我们的敬虔天天进步。我承认呐，我无法度安尼完全读个通。毋过主啊，恳求你用阮有智慧来参与你的奥秘，互我敬虔逐日会进步。过来，咱爱安那领受上帝的启示。圣经内底若无讲的，咱会了解无？上帝若无启示，咱都袂明白。所以咱毋通读圣经的时阵，你就咧想讲啊，到底这上帝无讲的到底是啥物？保罗毋是捌落上帝安那提到三层天吗？咱唔通去想讲啊，三层天到底是什么？一直咧，迄是奥秘啦。咱来读圣经的时阵，咱大声问：到底圣经对我这个人密切的问题是啥？上帝对我这世人伊的旨意是啥？我伫地上，上帝爱我活出啥物款的人生？我伫地上要安怎来活出这个上帝的见证、信仰的见证？我的一生要怎样来荣耀上帝？咱应该问这个问题嘛。上帝无甲你讲的，咱就莫问嘛，因为咱永远袂了解啦。所以读圣经，甲这个问题当作咱第一要紧的。再来第三，先食鱼肉，才食鱼头。我咧讲啥吼？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定定会卡住有哦，吼，是安那？咱读袂落去，咱咧读爱记记的出来记记的时阵有无？吼，头前足趣味的哦，摩西安尼十个灾难安尼，去到后壁要做沙啦，要做刀啊啦，要做迄个啥，迄烛台看袂落啊。咱定定看袂落去，其实哦，用暂时跳过也看毋捌的所在。亲像咱食鱼仔的时阵，咱先莫去，咱刚开始学晓食鱼仔，咱啦，咱莫去吸迄个鱼头、迄个鱼刺上济的所在嘛。先食迄个鱼刺较少的，吼，食鱼肉较济的所在。啊，你当咱安尼去追求建立对上帝的话搁较济的了解的时阵，咱后壁遐咱已经了解遐个代志，会回过头来帮助咱来了解咱打开始看毋捌的迄个所在。所以先食鱼肉，才安那已经练习惯啦。咱袂去互鱼仔鱼刺夹着脑后的时阵，咱才开始去安那去食鱼头吼。但是咱读圣经的时阵，咱这个方法吼。三个方法，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袂再去讲。愿上帝的神甲咱三角地地，互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带出这个生命的活法。咱三角来祈祷，特别来到你的面前，你献上阮的感谢。你将宝贵的圣经赐予阮每一个属于你的人，愿上帝的神伫阮的生命内底来做工。互阮看到你的话会激励，互阮已经备办好，要出去来传扬你的福音，要活出一个芳芳的基督徒的生命来。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起立。Oh
坐。奉献，请陈小文、陈宝师继续施献。请起立，三甲唱奉献的歌。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了，请大家留来互相交谊请安。第二点是主日学老师的会议。今仔日第二场礼拜了，12点伫个4楼中间教室要召开主日学教完会，请老师留来参加。第3点，顶礼拜丢集会有确定第4季，就是10到12月几个重要的活动甲日子，日子吼。第一是10月初日是世界性参主日，信礼典甲各团契的新会长的就任，同时也要庆祝重阳节。10月16日，伫明堂音乐见证会，迄天是联合礼拜。时间要提早点的，早起10点开始，请大家注意吼，是早起10点开始，毋是10点半。再来是11月20日庆祝感恩节，嘛是联合礼拜。礼拜了，全教会要为着咱70周年特刊翕大合照，请大家会记得吼，迄天是要翕大合照。12月18日是信礼典甲信餐礼拜。12月24日是圣诞庆祝会，是拜六，咱为请李梅新执事做调一人。12月25日就是圣诞节赞美礼拜，嘛是同款联合礼拜。第4点，第4季事工有定表，咱需要开始安排10到12月形式日，请各团契配合头拄仔讲的教会活动，安排好后一季的活动，甲负责的同工，请伫个9月2拜3前交予办公室。再来是拜四祈祷真理班，每礼拜四暗时7点到9点，伫个教会4楼的教室，张牧师有开设祈祷真理对怀疑到信仰的合导班，欢迎想对信仰更较清楚明白的兄弟，特别是有意愿受洗的兄弟来参加。再来是具体的关怀。金婚致喜，咱是庆祝吴忠明长老甲惠美老师金婚，就是结婚满50年的感恩礼拜，已经昨伫个台南善华教会举行。恭喜吴长老夫妇白头偕老，耶和华祝福满满，祝福满满。再来是大岛赖世珍长老的爸爸赖文杰兄。伫个8月30日，安息主怀享受96岁，个别礼拜安排伫个9月19拜一上午10点伫个礼宾举行，
请为彝族大岛求助安慰扶持。教界消息，北中妇女事工部踮咧即礼拜六，就是9月17日上午10点，伫咧本堂举行68届的部员的改选原主祝福。再来是境界长职训练会，北中传道部主办的半工课程的境界长职训练会，讲师是林正坤牧师。伫咧10月初二，就是拜六上午9点，伫咧满甲教会举行，请着急踊跃参加，请办公室报名。大多数请家己看。顶礼拜的放在伫咧周报后壁嘛，请家己看。张牧师敢若有要报告的代志哦。报告的中间，互咱较特别注意的是讲，下一季10、11、12有3摆爱联合礼拜啦10月是较特别，10月迄届咱要咧10点就要开始，因为咱难得有郑明堂老师要来做音乐见证。较晚的时阵，咱拢会搁报告一下11月、12月，这做咱70周年一系列庆祝活动的其中的一个。我补充报告是今仔维护写伫即个周报内底是。咱双联团结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足久无聚会最近咱廖长老身体也有欠安因为着迄个年度的交接，所以后礼拜双联团结要开例会所以后礼拜第3礼拜因为咱例会拢有准备便当所以如果双联团结的兄弟后礼拜会当来，请你小可。甲办公室也是甲廖长老，我会搁伫群组管顶来发请你小报名一下，无咱便当若准备伤多伤少，拢较歹势。所以后礼拜咱双联团结要开例会，也要改选会长即个干部，所以请双联团结后礼拜来参加即个例会，多谢。搁一项就是迄个赖世珍长老爸爸的葬式，应该是10点半啦可能头先讲遮写毋对咱后礼拜还阁有一礼拜会更正，如果会通参加，伫第2殡仪馆，迄是19号，是再下一个礼拜一咱会阁报一届，多谢。感谢牧师咱请去你斗阵吟信息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结束了，请张牧师主导。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整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感谢日岛散会。